藍色5號廿。哦，睇到晒啦。8號。我會亂。白色3號3分球不進，藍色5號防反。我睇到啦，揀完啊嘛呢個。白色17兩分不中，白色21防。白色11號2分不中，藍色6號防反。藍6 3分球不中。14防反。係14防反冇錯。白色14號3分冇中。寫4唔同。6號3分中。藍6 3分進10中。有咩我睇到？藍色6號防反。玩嚟啊！唔坐後少少啊，球員，唔得嚟啊！11兩分。爆衝我聽得到。咁我過3分。執正籃板。如果可以進攞慢勝。
碌。Thank you。換過晒啦。冇十喎，冇十。3號。藍色3號3分。我即係點解你講佢哋？係白色3號3分。攞咗嚟！係咪唔攞籃板？有冇？兩隻。有冇？出！過嚟！後面。你睇，回手個人，回身個人。你要乜好嘅？我哋高㗎，睇我隻。放心，應該好好。冇問題啊！真係冇咁講喎。做南站廿八。準備拉天。14球係。白色。